岛县政府到社区宣导，要安怎用喷做加速。 摕去往来柠檬等等果子皮，请许多人斗相共切片，扫落来甲红糖倒入去清水内底，再搁甲切好的果子皮嘛甲放入去，轻轻啊摇迄桶水，等待3个月，就是不只好用的环保酵素。洗碗啦，洗碗公盘啦，洗东洗西足好洗，啊，搁唔免惊毒。除了甲使用天然素材制作环保酵素，指导师嘛用到消解回收品的好处。 若是当好好处理，就当减少真侪对焚化炉的负担。透过这个酵素的制作，这些微生物菌继续流到河川，可以做末端的净化，然后可以达到这个河川、海洋都可以干净的这个目的。南投县政府环保局甲回收品再利用的宣导，希望借大家力量，同齐做好环保的工作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